来看一个较轻松的新闻，会使来赏花。苗栗东路乡的杭局即马咧开花，当地乡亲农友呢，即个青年举办局内人的活动，除了甲菊花会使翕相，佫会使呢啉即个菊花茶，体验在地客家的传统文化。啊，另外伫中华嘛赏花即个秘密景点，伫中华社头有即个接近高铁甲台铁的花田，即嘛咧开花，会使甲剑兰花做翕相，搭配即个火车经过，变成上水背景。啊，想到花期敢若到礼拜尔，想要去赏花乡亲。骹手爱较紧嘞。桥色粉色剑兰花海，挖大堤要高铁驶过，上堤做背景，才变成中华新的景点。刚好是高铁经过，那这边是台铁，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双铁花田，就开放到3天左右，就礼拜天。所以鲜花和火车都是不等人的啊。伫社头的剑兰花园，最近有真日游客去遐欣赏。有高铁代替经过，看起来真特别。高铁在那边，所以它有火车跟高铁，所以叫做双铁花田。是没有以前都是波斯菊比较多。很满意啊，花开得好美。是讲剑兰花海，估计到28礼拜尔，若未赴去看，会使到苗栗欣赏菊花。透到苗栗东路菊花田，都真日游客来伫翕相，柑仔色的、白色的拢有。这个花田同款挖铁机啊路，入杭局买使入花车。蛮特别的。第一次看到，也是第一次看到呀。苗栗东路的杭局估计会开2礼拜，当地花农甲民间团体家己举办杭局生活节，局内人邀请民众来赏花，佫会使品茶，嘛会使动手做菊花书签，体验正港客家的传统文化。